3D 动画 ，Google Play 搜寻3D 动画。哦，你看头配衣服，哎呀，头配衣服，好厉害啊！你看头配衣服，不能有那个像老师的那种头吗？看看那个头能不能？啊，原来是跟头型有关系啊！做那个主播，现在要做主播。衣架是衣服的。怎么都是女生的呢？你看有没有男生的？这个都是为女生设计的比较多了。为什么按那里会出现广告呢？这个都配进来了。眼睛、眉毛、嘴巴，嘿嘿，嘴巴。嘿嘿，还真生气的，真生气，嘿嘿，真生气。哎。